米蘭人信仰嘅暑假，我來到一個共同嘅共用嘅合法嘅意象——美濃。阿太耶，阿太太耶世界啦！阿潭水河寥寥溪游，乌瓦老家中啊。水打水泡，俺年年呀祖先，玉山。叫下，起码都哇，米农山下。美浓的平地它是一个小盆地啊，所以它四周围都有山。但是这一座山呢，因为它的奇形怪状，所以让美浓人有很深的印象。然后到了外地以后啊，一想到家乡，通常都会想到这个山，所以就把它当作是家乡的一种印记。所以后来有一句话这样说：“行松行下，唔当美浓山下。”行松行下，行松行下，唔当米农山下，唔当米农山下。对对，就是你到外面去怎么打拼，赚了再多的钱，可是呢，那种家乡的印记就一直在你的脑海里。那最不能磨灭的就是美浓山的那个形状，所以才会有这一句话：行松行下，唔当米农山下。历山文一样的所有的朋友来到遐村参拜，希望保佑大家平安顺遂，心想事成。有冇讲有啊？有。最圈嘅運動人，每年美濃都有舉辦黃貼紙同獵山文藝人，對台灣同世界各地來嘅朋友熟悉參與嘅地方，提示我哋感受美濃嘅好山好水同特別嘅人情世故。當然，有啲都也有千多嘅人係為觸到我哋前鋒鍾理甫先生小說啲度所寫嘅世界。刚刚那边有一个落坡，就有一个转弯，它有一个堂号，你们有没有发现到？有一个叫陇西堂，你知道那是姓什么的吗？姓李，木子李。像李白他就是甘肃人，陇是甘肃嘛，所以是陇西堂是姓李。我怎么知道呢？因为那是我阿姨家。参观地方我都要问，这个地方有什么意义？有没有一种，特别是
文字记载的意义。可能没有。有风景区我还可以去欣赏这个风景，但是如果我看到一个什么石头或者一个石碑什么的，我一定要问，就是我希望多了解。常常是我去一个地方，我看这个地方很漂亮，那边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我去研究一下，研究不出来，走了忘了，可能那个地方再也不去。这种也会抓小鸡吗？这种不会吧？印象中老鹰会下来，因为老鹰有很多种，这种大冠比较会抓死。啊，你看他也是这样讲哈，突然他猛地一摆身，以雷霆万钧之势俯冲直下，再飞起时，他的脚边呢则抓了一条很长的东西。所以当时美浓这个地方还很多的这样一个大冠鹫，不仅是灵山或者说尖山那边都有哈，都有。那在文章里面都有这样一个提到。那今天我们很幸运，刚好看到他出来了。我把他的生活读成一本悲剧，但是也反映一些那个地方一些这个族群可能是这个农民，很主要的是他个人跟中台妹的这个坎坷的一条路，然后呢，我开始看他的小说，但是从一种我自己的比较浪漫的浪漫主义的观点，我就开始看他的作品，我发现一个更现实的、更具体的世界。这是一个人的世界，这也是一个地方，一个族群。其实这个，如果我想，可能就更有意思。浪漫的那一部分，我可能会就想一想，看几遍，然后就会忘掉的。但是我看他自己写这个地方，他自己写那个时代。他的文笔，他的客观的角度，他的冷淡的角度，现实的方法，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吸引我的一种文学创作。应该1、2点的时候，平面会生气哦。来，平面贴在网上。他拍完一张，我再去按。钟立波是一个非常神识的一个作家，伊心肝都用的想，伊就用的写。当时伊写伊后生的时节的心情，当然伊个是就想回归家乡，或者也小说中有将一种的心情写出来。或者在原乡人最後嘅結論咧，是伊講原鄉人咧嘅可以留歸原鄉，也會停止一個沸騰啊！一種說法就表示講，伊對自家嘅家鄉嗰種嘅文化嘅認同嘅心非常強烈啦。或者伊聽我歸看，其實伊寫一篇文章嘅時候，伊係100%嘅台灣人伊也嘅之前，伊對伊歸看嘅結果，對於最終嘅結果非常失望啊！
尤其战后台湾已经脱离日本殖民统治之后，伊完全归转台湾，认同台湾。所以有政治上有人利用遐个来做宣传啊，有时啊感觉讲非常的唔适当啦吼。它是什么意思？原先是什么意思？很模糊，有一点很难捉摸到这个概念，我还没有弄清楚，因为他本来那篇小说《原乡人》最开头就是讲那个他小的时候所认识的。所谓原乡人是什么？原乡人是什么？那么原乡人是大陆的人，是我们原乡的人。他奶奶或者外婆，对他说，我们不是原乡人。后来再过2年，他奶奶就说，我们也是原乡人。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一再想到这个问题，就是台湾人、英国人、苏格兰人、台湾人、中国人，有些我知道，我常常跟我太太也论这一点。他说，差不多，台湾人都会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那我说，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但是。经过就是跟你结婚以后，我认识的你的家里人、你的朋友，我所见过的好几个人吧，好几个熟人，很多，但是我说好几个，因为我可以确切的，我自己相信这些人会非常非常的生气，如果你告诉他是中国人哈。那我太太是高雄生长的。他确实他自己，我不太清，我到现在还没有，我还有研究，他为什么一直对中国这个词，这都是词啊，这是词汇，中国、中华、华人，到底为什么我们对某一些词汇有一种很激烈的反感？那么这些词都本来就意味着什么？你就可以发现其实像这样的河川它是很自然的，有很多的生物可以在河床洗。它包括像龙华、泥鳅、头伞，还有像翠鸟，它会在那个泥土上面钻洞，在里面筑巢。可是如果把它做成像这样的水泥堤防以后，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前几天在开会就希望，其实冲太部分的呢。乡亲上穷用啊，佢总毕业以后出去落背读书，因为人家冇过好嘅呢学习嘅呢嘛，所以同大部分乡亲一样啊，佢总毕业以后就考去落背读高中，高中毕业以後考大學，大學畢業以後可能就提落去這條路，像係讀師範大學畢業以後都分發啦南條。接下來都佢重要一個原因都因為陸卡兄弟全部存外嘛，所以我都強調過來。其實提之前對美濃對故鄉的嗰種
感情对一种乡愁嘛，就讲啊，也係恁個成長嘅地方，但係也冇乜嘅參與嘅空間，因為係誰都隨意，同人家嘅地方連接，就講像這個親戚，這個家庭啊，啊，對一般嘅社會、一般嘅呢各階層嚟講，一種連接會薄弱，就像停留喺一種鄉愁嘅階段。因為跳過嚟美容服務嚇，剛剛係呢個輕重要嘅開始。就講話跳過嚟美容服務，睇美容教書以後嚇，其實都變成個可能，安尼後半生緣就會提個落地上邊嘛，再一次嘅落地上邊嘛。咁所以其實都好認真去接受安尼美容嘅途徑。当然，他是一个可以说被迫出走的一个人再回来，他是不是一直想回来，还是避免回来，还是下意识的只好回来？第三文学你可以拿好一点，好一点。来看我这哈，来1、2、3 ，OK。来，那个你们进来哈，帮你们看。有些人啊，放逐他的一种持有，他们可以持有香，持有就讲感觉啊，置身在每个重要位置上。一逢陽觀察喺萬地用啦，也不是中國人可以用啦。所以一個方言嘛，有個歷史這個，民國50幾年的時候，有個美國人類學家孔麥隆，亞洲美容的家族，用人類學的方式，阿姨都係一樣嘅。哦係哦，阿姨做嘅嘛係一樣。哦係哦。幾時啦？一胎啊？我國都出生呢，民國53年，我還沒有出生。哦。你自己印象比較深的記憶一直會留在的空間是哪裡？冇相同的世界冇相同，比如韓式都過希望北共行啦嚇，你嘅北共你等下可以拍，你願意拍嗎？你等下可以拍。各位中原世界當然都演到下嘛，隨着年紀過大哈。讀書啦，寫東西，我講有一個空間最好，對吧？談下邊城，談下邊城有川唐風，而家更加係真風嘅，有川唐風，對，離嘅客廳又唔係太近，因為嗰片係呢嗰種人工法地方，係啊，有時人講，還是個小個點嘅空間嘅小問題，一陣而家喺書房啊，唔識教你衰下咋？我睇下工作啦，應該有。所以要空間，顏色都睇點解功能性有變都係。係睇下時裝呢，個人認過來都講呢，講嘛看看。
迄阵香港闽南人一个各次样的人文的特色哈，我讲可能有，他讲因为一种水土哈，他讲一方土修一方人，一种东西还是有。不过具体他讲我观察这个ที่闽南组织生发出来人，其实有个最特别的东西，这个也会思考，也会想问题。甚至演讲出来话，还经过经验上，经过实践，经过一种思考讲出来话，跟一般都讲人可能跟冇相同的一个部分。尤其我讲啊，一种冇相同，还没作为一个老师的出口哈，伊随时爱警惕这个，随时爱有一些想法嘛，他随时爱讲到，这个还能被一个。太一种环境包围，哎，出去各个地方读了各个优秀犹太人哈，因此是这个优秀，有各多相同的特质，这个，还能处于一种老板还有一个相对少数的环境，也有一种一种各太这种呢诱惑力，这个我进步。好，我比你高好，一个唔係好啊，快啦，我媽唔掂。竹堂的文化其实对我来讲，还能影响咱们台这个注重，还能一个国家客家文化中心，各位注重的教训，注重的期待海皮做梦的东西哈，还能一个国家客家后台一个国泰一种可以讲还能一个压力的来源嘛，还有一种支持。这种事情有两面性嘛，所以第二种情况下，我们事实上，生活了19年哈，一直到初中毕业，那还第二种氛围，一种期待我们爱好啊做人，期待我们爱有出头日的。不过事实上我们明日的生活还能靠工作，靠大家呢合力来共下养成的一种过程。因为我不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脉络里，所以相对的我是自由之身。对，因为我不用出去说我是谁的孙子，对，然后我也不用担心他会不会来逼婚，因为我们的年纪都不小了，对，所以基本上这个部分的历史脉络是，反而因为这样很轻松，你不会走在路上就遇到亲戚要问安嘛。所以我蛮享受这样一个人的生活，就是因为你不在这样的历史脉络，所以其实相对的你是比较自在的。那你要做什么不做什么，什么时间做什么，这些东西都不会有人来在你身上就是在你身上施加重量。对，所以在这个地方生活，我觉得就像我大概到傍晚我会离开协会之后，我回去都在写东西，那晚上我会出来散步。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其实你一样可以在田野里做社区的事情，那也同时保有自己的就是你一部分来讲，你也是累积个人的生命这个部分。所以生活面来讲，我觉得其实反而是比返乡青年来的轻松自在。可是相对的，就是像在人际网络上面，也因为我没有那一条期待，所以相对的对他们来说，就是没有这样的血缘关系。所以出去的时候必须是请这位大哥引荐，或者是那位长辈带我去，对，那甚至要好几次人家才会记得你是谁。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社区工作必然面对的问题。如果你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来之后你就
就会想办法去调试，因为这不是一个企业体嘛，社区基本上它就是不同的生活者在这里被撒开，所以这样的东西当然一直层出不穷啊，就是像一些乡亲，可能你接触好几次，你才慢慢跟他们比较熟悉。可是如果你是有一些宗族关系，很容易就切到核心了。对这个部分遇到的瓶颈跟问题是一直会存在，可是也会随着你在这块土地上越久，这个冲击阻力会越来越小。那这个部分都是社区里面人脉必须经营的部分。先把图走一走，先走一走。这一次我负责的单元是就是下庄这一段水郡的静态展。美浓接下来即将会用水这样的一个主题，作为美浓之后再做文化保存跟将来愿景建构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蓝图。所以我们想说，试着这一次以静态展搭配动态，就是穿水桥这样的活动的方式，让社区居民透过展览的方式，然后搭配我们在现场的一些解说跟沟通上面，让居民可以对水的愿景有更多的想象。所以我们用了比较多的照片，甚至是用一些电脑合成。姐姐给放。你透过一些社区参与的过程，进到社区之后，你会看到台湾的农村其实是被放弃的。那可是我们不能否认，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从农村输出出去的。那可是当我们回头来看你的家乡或者你的故乡的时候，那你只会回头去觉得它一年又比一年更破败。那可是有一些东西是透过这样的契机是相对是可以被扭转，甚至在日本我们看到很多社区过疏化，像高龄化过疏化的社区，因为在地力量的一些出现，让它整个可以局势被翻转过来。对，那社区这边刚好也有一批年轻人，从很早期第一辈的时候到现在，就一直在为这个部分的议题做努力，甚至是希望可以在某些议题再伸展开，就包括我们现在在推的农业嘛，那教育或者是说文化资产保存。那现在这个文化资产这个议题，刚好大家对这个东西也有一定的认知了。那以现在的时期来说是比较成熟，这时候就应该，我觉得就是应该有一部分这样的力量是力道使在上面。明日暑假黃貼子嘅時節，後生人喺入邊出出入入，浸人鬧熱。好好好。我叫边要叫烟管，烟就是人叫出来的。俊斌哥，你要回去找。你要去水桥啦。你去不去？你们讨厌。真的吗？对，我需要。你缺吧？你缺被人家这小手超可爱的。男生用亲密的先生，对。好，一个，好，我再拿针给你，等一下。真的有，这是哪一个？这个
征召之后你才过来？放假就会过来了，放假就过来？没事就会过来，因为在家里都太无聊。没那么严重哦。有。谁跟你一样没温暖？没有，这个只有李玄彬才能这样讲，我们都不能这样讲。我们家里有温暖呢。对啊，所以你们常就是反正就是回到家就会过来这边走动就对了。反因为下必要其实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有明确成员的组织，不是。那个爱乡协进会、美浓爱乡协进会是一个概念，是一个概念。这是什么概念？比如讲，好，比如讲我们反水库呀，我们对水资源立场是什么？我们对农业的立场是什么？我们对农民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对经济发展的立场是什么？我们咧有種概念的集合，故所對我嚟講，所有認同一個概念的也都做得上我哋的成員。对，这边是停车场，那个苗圃在旁边那边，苗圃要从那边进去。我要这些人这是我们的小朋友，他来帮忙搬苗圃。哎，say hello，say hello， 不好吗？好啊，再倒进去。大哥的吗 ？OK， 放个车好吗？那个旋开来。对。刚刚有颗被打了。这种只要一台车就够了。一台车好。2台车好不好？哇！因为乡下因为成立要前几年哈，差不多超过1/3的心力，用啊去反对美浓水库兴建一个议题当吼。一个议题渐渐的个无按紧的时间都大部分的人力都转移做美浓，台湾人讲的文化方面、地方性的事务这方面的工作当吼。重叠一点没关系。学长老营养啊，每个都是。我们吃不是吃宵夜哦，吃宵夜，吃下午茶。我讲吃点心的呀。哦，是这样形容。用翻的哟。我抓起来是这样形容。用翻的哟。这边看很多。
王贴子盼到今年吼，伊恐有救家的，天天的发通的安尼设计吼，因为因多种，因为因多年啦。比如讲，像安尼发现其他旅游的方式吼，佫多安尼，你可以玩这个吗？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啊，就买寄封东西带回去做纪念安尼。安尼对于环境来讲，还是一种消费，伊完全无去沉迷于了解一个地方。所以像那种深度的生态旅游的观念吼，还该需要推广。所以安尼提你介王贴基地位，就加入技术人带大家去了解一个王贴水果。但迄点咪发现，像提王贴水果。攀吼效果虽然亲和，但是也反而特色。第二面个人又吞一个发通的现场，又在扩大，就扩大也都米农症吼。所以个人王贴子发通出对1日变2日，甚至有的时间变1礼拜系列活动，每日有无相同的系列活动。就讲啊，吞一个王贴子的范围扩大，从王贴水果扩大到米农症。从自然生态扩大到闽南的人文、历史、文化。就看他一眼是讲，你海上跟你讲出人的心声。王贴水果很爱的故乡，铁道木很爱的国家。只要面对唔再两个人。只有铁道木再强的世界，我们就会古来王贴水果，就像茫茫的花开满米农山下。他把白眉會錢啊？那叫白眉啊？係啊，你白眉咩？啊，幾百有一隻白係咪？一整是阿爸，中兩阿爸，中兩就是阿爸，啊，叔公哦。啊，佢叔公嘅啊？真係假？相文啊，浪子係做温富章，我眼佢可以很細咩？我同你有聲音誒？以前啊，富章呢？你還沒有買？你要偏冇啦？這邊也需要非常的多元。高呀，我處理還要上次我過來聊冇咯？哦，有你讓我聊。咁唔係特別有人啊冇？請我人家做唔上咯，求你嘛要做。你到先生冇人打吧？你說唔識？哦，你識唔識嗰種人家？咁人哋都應該做佢啊。農村青年係咪一天要出去讓有出路啊？呢，在這個家鄉係咪可以尋到同樣可以生存的空間？因為青年人過去工商開始發達這個時節，開始進入工商社會時，一個整個價值觀就講啊，我出去呢不會追求過大嘅事情，過重要嘅事情，做過重要嘅事情，而累積過多財富，
存钱哦，也安尼样都有出息啦。哦，故且俺那个俘虏嘛，同俺们讲，人一夹硬的时候比出去啊，比出那不一样有发展的天地啊，哈，比越高，比越严的越好啊。哦，故且所以一种的传统观念之下，闽南的后生一般来讲，所谓发展就要出现那不大天下。其实客家人就有一种的从历史以来就有一种的那个状况，就讲啊，有力量的时候，最那不大天下啊。哦，而整体一个那个生存的更大的空间了哈。唐爱传那类很年轻的歌，然后用一种很年轻的方式来表达出一种心里面的抗议和愤怒啦。啊，其实就有些像俺的样就讲一直在那边问为什么，其实没有什么答案，可是你就会一直想去问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就规个结痂、规沙皮啊，会行安尼了？嘿，我想俺就一篇糖啊过一篇来宽亚的故事，大家听得懂吗？唐医师，唐医师什么？唐医师，我帮唐医师应付某一天，唐医师。可以啊。哪个说唐医师？哪个唐医师？应付唐医师。哦。今天这首歌非常。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the white duck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Yes, and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过压抑，妈咪讲教书嘛，因为其实该学生的接受安尼个过好教的事情，但就讲我们教到就规个年就对迄种。一礼拜前日，也一礼拜5日的工作，然后一年差不多6、7节课安尼表格，伫要安尼银行，行啊下一家，行啊下一家。其实虽然讲就还是一个问题的工作，但就冇办法做一些不想做啦，因为讲有事情还能跟他应该做，还能有意义的事情其实那种选择对我来讲就。当然，对选择以前就评估的东西过多，甚至一家嘛还冇办法做咧，过好评估讲来听，过来消费就一定会用。但是就过太差别出来，当我现在要工作体验可是今年要工作他，我规年的心情还来过平定的，就过稳定啦。我们讲到就从之前按苦闷，也讲从之前规按压抑，冇办法有咧出口安尼，但系也要工作虽然讲薪水较少，也喺各方面评估的条件冇像之前好，但系唔因200人我睇向也心情还是问题呢，有种问题还呢，每种薪水的高低可以衡量。就读太好也寒暑假都过天数嘛，寒暑假过天数的经验就本就更明确地都讲，还那个闽农人也係讲，身为一个闽农的后生，唔可以对闽农做某事情，就规年就没人漂浮的状态。这种东西一些延伸都后来可能出现到被工作，甚至讲跟那边工作环境比较就因为讲其实。就唔当就趁日吞很后生的时间，不让闽农做一些事情，所以都见后生批就慢慢的开始有些人过来，唔讲还在做消费的转折，然后也係讲不让闽农也fulขึ้做担任欣赏的工作，然后也担任一些其他工作，就慢慢的开始过来有一群人过来，过来后就大家太有钱了呢，就规个讨论也係规个对话的空间就会变较大，就。等于讲，就可是一些东西可是失去了，就慢慢会引起很多嘢也主要另外来讲也生来咧过来就
规个当中就发现了一家的歌声啊。什么？隐喻啊？对，就这家用很多的问号去把问题提出来，或者说去问大家说为什么是这样子。哦，你们也跳了？是，你们也可以做到。啊，怎么办？要上车吗？现在是我吃饭车，好吧？这真的没有听过。半夜3點煞風起，上山分鐘一段的位，唔知係北京、台北、東京、很東西。